环视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。我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爸爸妈妈小朋友都来学客家话。今天徐薇老师教大家聊运动哦。第一句话，你平常都做什么运动呢？你平常时都做乜嘅运动呢？你平常时就是平常的时候都做乜嘅就是什么运动？运动就是运动哦。啊，我喜欢打篮球。爱好就是喜好的意思。爱好打篮球，投篮。我喜欢打篮球。有时间，有时候有时间，我也去骑吃行茶。骑就是骑，吃行茶就是自己会行走的车，就是脚踏车的意思咯。啊，真的啊，下次我们一起去河边骑车好吗？哈尼拜，下一次哈尼拜，用哈希一起去后巴笋就是河边的意思。哇，好浪漫哦。骑柴后嘛，骑柴就是去骑车好吗？再来念一次哦。哈尼拜用哈希后巴笋骑柴后嘛，好啊，当然要说好了。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娶到客家姑娘的幸福男人陈立宏讲客家话哦。你平常时都做乜嘅运动呢？爱好打篮球，有时间没去吃行茶。哈尼拜用哈希后巴笋骑柴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还记得脚踏车怎么说吗？吃行茶。对了，今天学到这咯，爱你自 say， 拜拜。